다 도마들이야. 그 아주지 공부하기 긴드만 나보다. 首先要 나는 신기해. 남아게 신기해. 问候各寺院的僧众，还有善知识，还有诸顾堪布，还有尼寺的所有觉母尼众，还有所有观看网络的所有的法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是禅摩春季课程的第7堂课，第7天。那么今天我们会讲米觉多杰法王米觉多杰的《妙行解脱传》的第14个颂文，还有第15个颂文。那么米觉多杰的侍者桑杰巴珠，他所写的这部传记的注解里面的科判，在谈到观修世俗菩提心里面有分座上跟座下。座上部分我们讲过了，座下转恶缘为道用的部分分为10个部分。那么前3个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要讲的是第4个，转名声为道用，还有第5个，转痛苦为道用，这2个。네. 나스. 단디리. 지우시바디. 这是第14个，美言他人而盼其美言相酬，此类于回报有所期待之行善因果，不利于成就菩提等等。那这里有一段小字，所以这里说要做到不去这个巴结跟讨好，就要像是法王的这个传记所说的一样做到。总之呢，我们说在过去也好，或者说现在也好，很多人呢会赞叹别人说你真是了不起，你的行为都是这个正命正语，符合了佛陀说的这个8正道。但是呢，大部分说这样的话说起来好像很好听，但是呢都是为了要讨好对方，比如说是要讨好某个施主，得到一些好处，或者希望博得对方的这种赞誉，所以用了一种各种这种不正当的一些方式这种阿谀奉承的方式，然后掩饰了自己和别人的各种缺点跟过失，然后把自己跟别人呢，自己跟他人都包装成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本来呢，可能是有机会可以说出这个对方的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帮助对方可以改正，本来他也应该可以这么做，因为说出对方的问题，这样是帮到对方。但是呢，他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主要为了要巴结跟讨好那个人，所以他没有说真话，所以他还是把这个对方的很多问题这个掩饰起来、掩盖起来，
所以这样的这个善知识呢，为了要得到这样的大德的这种美名，所以希望得到很多人的重视，所以把这种语言上的这种伪善呢，他就看得很重要。所以有这样的人呢，他们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善知识会这样子做。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人为了这个不想被别人这个非议所以呢会想尽办法，可能想说好话去巴结对方，然后也希望这样子对方就会赞叹自己。所以想要得到，他就以为说想要得到这个别人的赞美，他就觉得说那可能就是我要跟别人说好话，或者说巴结别人，那么别人就会赞叹自己，那么也会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更有福气、更有名声等等。那么就像我们昨天提到过法王米支多杰，但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不是这样子会说好话的人，他是无论对上对下，对于这个富有的人也好，或者对于普通人一般人也好，他都是一视同仁的。总之呢，他是不会去讨好跟说好话的。一个人没有功德，他也不会可以赞叹说他有功德，他不会说这种假话的。而且他也不会做任何这种带有这种自私的目的的这种送礼物。比如说他送礼物给别人的时候，他不会有想说这个人以后会对我怎么样，他没有带着这样的任何自私的目的而给予别人东西。总之呢，法王米支多杰心中他清楚知道，他觉得这种自私自利也好，或者说希求今生的各种的回报，比如说今生变得有名，或者说别人赞叹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修行人等等，这些种种的这种伪善法王米支多杰会知道说这些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呢，这种伪善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这种伪善它的行为它是会障碍到人天的果报，那更不用说它更是会障碍到解脱的佛果的。因为这种伪善，比如说讨好别人说好话，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今生的，所以这种伪善它行为本身都障碍了你会得到人天的果报，更不用说这样的行为也会障碍到得到解脱佛果的。所以这是米觉多杰呢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在法王米支多杰那个时候，当时呢就有很多人去拜见法王米支多杰。当时呢很多人也都希望见了法王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法王的赞美，那么因为有法王的一些话一些赞美的话，那也会自己有一些地位也会抬高一些嘛。但是呢法王米支多杰从来
不会为了一点，他从来不会这样子说这样子的话的，他不会为了一点好处而去这种讨好逢迎，从来不会这样。所以很多人虽然都渴望得到法王这样的赞美哦，但结果他们都得不到这样的赞叹，而气急败坏。结果他们四处破坏，反而会去破坏法王的名声，对他说坏话。但是呢，法王对于他们的这些行为是一点也不在乎的。那么就像在佛法当中经典中会这样子说，就像我们说三界当中，当我们在修持这个禅定，透过禅定的力量，我们会从下界慢慢的超出下界而往上投身。所以经典当中就提到说，一个人他透过修持要从欲界当中解脱的人，当他在即将这个欲界即将要解脱的这样一个人，那么这时候欲界的各种的魔就会集合起来攻击他，要障碍他解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人他也会修持这个慈悲心的禅定，就经典中会说他也会修持这样的一个慈悲心的，所以他还只是在三界当中可以说是世间的这样一个人，修持世间的禅定的一个人，他都会对于这种所谓的欲界天的欲界的魔，他都升起慈悲心。那么更不用说，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可以说如果你是一个菩萨，也就是说发心要得到这种不住轮涅二边的佛的果位的，而且发心救度一切众生出离痛苦的一个菩萨，那么如果有一两个众生他伤害到你，那么你如果是这样一个发心的菩萨，那你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人的伤害而扰乱到你的心，你是不会的，而且你会更对他们升起广大的慈悲心。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也就是我们周围社会上很多人都把痛苦当成是快乐，比如说把他们觉得说总是在追求着这些名声地位这些东西，但其实这些都本质都是痛苦，但是世间的人都把这些当成是快乐，结果还要别人来赞叹自己这样的行为。所以其实真的好好想一想，还有比这些人更值得怜悯的吗？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伤害到我们自己的话，其实是不应该对他们升起这种嗔恨，而是应该更怜悯他们的。所以米觉多杰呢，在平时呢，无论是他在赞叹某个人的时候他都是很真切的希望是真的是祝福这个人，是希望帮助到对方而说的。他不会随随便便的说话的，甚至就是平时开个玩笑也好，或者就只是一般的闲聊，你都可以感受到佛王米觉多杰他的这种可以说慈悲，一种殊胜吧。他的他说话的都有一种特别的慈悲，一种殊胜。
而且他的这些内容，你会觉得都会想要把它写下来，都会想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些内容在讲的都是在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善恶取舍的要点，而且都是对于出世间法上来说的重要的一些口诀。所以他的随时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物的，都是带着慈悲殊胜的力量的。所以佛经当中谈到八正道当中有一个叫正语，所以大概说的就是米觉多杰的话，指的就是所谓的八正道当中的正语吧。那么这个就是第14个颂文，它最主要在讲的，在谈的就是说，我们在行善的时候不要求回报。那在这里面，另外还有三个部分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呢是不要为了得到这个，可以说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不要为了得到别人的夸赞，或者说别人的关注，或者说按赞。现在来说就是像脸书啊，或者很多这种为了得到别人的按赞而去做很多的事情，不要这么做。这是第一个部分。这是什么意思哦？那当然，这首颂文它是一个古时候写的，米觉多杰那时候写的，所以可能要用现在白话来解释哦，会比较明白一点。所以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而去赞美别人，也就是说，不应该为了别人夸奖我们而去夸奖别人。换句话说，我们去做一件好事，不能是为了这个得到别人的赞美或者是关注而去做，这样是不行的。那这里呢，我们有一个蛮好的例子，就像现在呢有像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这个穿得很漂亮，那当然各位是僧众嘛，你们也没有特别要穿得很漂亮，就这一件衣服。但一般人哦，他们会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呢自拍，所以他们会各种角度来自拍，然后上下左右，总之呢各种角度一定要拍得好。那不仅仅是这个人要拍得好看哦，而且这个身材比例也要拍得好，不能太胖，不能太瘦等等。所以这是第一步，拍。但拍还不够，接着第二步还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修图。所以要放到这个修图软体里面，要修图。那比如说如果拍得太胖了，就修瘦一点。那慢慢可能花一点时间，几分钟，修到自己这个满意之后上传。
然后就等着，等着什么呢？就等着别人按赞，还有关注。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有时候真的见到那个人，搞不好还不认识那个人，因为真的跟照片差太多了，修图修太多了。所以总之，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自拍上传等人按赞，其实就是等着这里所说的就是在等着别人的赞美而做的这样一种行为。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这么做，但是这个动机跟目的是什么要清楚。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这个拉萨朝圣，这个拜见这个求窝佛，或者好久没有拜见自己的上师，所以要去拜见他，或者呢，我听说在这个藏地有些这种老妈妈，他们要去朝圣，有些圣地呢，它是在比较偏远的山上，是要爬上山去的，但是呢，他们还是会穿上新的衣服，而且很漂亮的衣服去朝圣。为什么他们要穿上漂亮新的衣服去朝圣呢？是因为他们的心中，他们对于这个，比如说要去大昭寺见这个礼拜求窝佛，或者他们要拜见上师，很久没有见到了，或者到那些圣地，他们心中总之是带有一种尊敬、一种前进的这样一种心的，所以他们要这样子盛装打扮。所以他们的这样子的装扮，不是为了赞美，当然更不是为了关注而去做的。再来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说要盛装打扮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婚礼，或者这种颁奖典礼比如说参加婚礼这种庆典，或者说这种典礼像颁奖典礼，或者还有各种所谓盛大的一些庆典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时候，那么自己在这个服装还有仪容上也都必须要配合这个场合，然后有适当的这些需求，还有一些标准，然后你必须去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那这都是应该要去做的。但是如果说另外一个情况是你要去的是孤儿院，或者是到一些贫困的地方去布施，去发放食物，去送东西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还穿的是这个花枝招展，这脸上化的妆也化的都是浓妆的话，那就实在是很奇怪了。所以前面这些照相也好，穿衣服，这是一些例子。其实这样的生活当中，例子不止这些而已是很多的。这种为了可能是求得这个关注而做。再一些例子，比如说现在很多有些明星，比如说歌星也好，他们都会去做一些慈善，
然后去做一些这种善事。一方面来看，他们的确这种很有爱心，很有善心。另外一方面来看，他们这么做可能呢，其实是有一种是为了自己的形象和这种社会上的名声而做的。但是讲回来，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的想法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绝对不能是为了要这种博得别人的赞美，或者说掌声，或者说这种关注，而去做这些事情，而去做这些善事，这是不行的，不能这样去做。一般来说，我们说读经，或者说我们说闭关修行，这都是非常好的，这也都是我们应该随喜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么做是为了让别人赞叹自己，赞叹自己说，哇，你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哇，你看了这么多的书，哇，你闭了这么久的关，然后哇，你这个可以修行修这么久啊，等等，你是为了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赞叹。总之是不管你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做完了之后，总之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对自己有好感，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别人的关注。如果是这样子行善的话，就不好了。这样的行善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好的例子，好的范例。比如说在藏地，我小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现在也有的这些老一辈的那些人，老先生老太太，那么他们可能都不识字，然后可能什么佛法也都不懂，但是他们是怎么修行的？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是无论一辈子，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念诵六字大明咒。而且他们每一句念的，他们心中想的都是为了众生而念的，而且他们是就这样子没有到处宣传的，就这样子安安静静的这样子的修持，可能都念了几十亿遍了，十几亿遍了。这样的行善才是真的一种行善。所以我们平时在做任何善行的时候，真的要认真观察自己的动机，这个初衷是什么？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做任何事情开始之前要观察一下。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帮助别人而做呢，还是其实你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赞叹而做呢？为了自己的名声而做呢？所以如果带着这种错误的动机而行善，然后别人呢也这样以为你在行善，这是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别人。当然这样讲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好像我在说绝对不能够赞叹别人或者接受别人的赞叹，不是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认为的话，这是误解了我的意思。因为就像是噶举派会说，跟着而来的那些成就啊，你是不需要刻意舍弃它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本来就不应该为了得到别人的赞叹而行善，本来就不应该那么去做。但是你如果行善，你真的是好好行善，那你很自然，如果很自然的就会得到别人赞美。这种时候，你也不用为了要避免世间八法，然后装的好像我很超然，然后还在说啊，你不要赞叹我，不要赞叹我。你也不需要这个样子，因为你这样子反而太做作，你反而是很世间八法了。因为你装的你很没有世间八法，这不就是世间八法？但是无论如何，总之这里不是说赞美不好或者接受赞美不对，不是。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限度，要懂得这个节制，不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种环境或者被别人影响，很容易被别人的赞叹或者是被别人的诋毁，而心也受到这种牵动。所以你自己要有主，要有一个限度，而且也要懂得节制。尤其呢，我们绝对不能让，比如说获得关注，或者说获得赞美，成为我们行善的这种主要，或者说是唯一的目的，这是不行的。所以这可以说这是这个颂文主要的一个内容。所以这里说我们行善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但不仅是这个重点而已。这米居多写的传记当中呢，还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行善也不能行善不能求回报，这是第二个重点。行善呢，不能对于回报有所期待。所以第一个，行善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而且第二个，行善也不是为了要得到回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行善的这种动机大部分就我们行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够得到善果。换句话说，行善的时候，对于结果不要抱有任何的这种期待。所以一般来说，行善如果是带着说要累积资粮这样的动机，那是可以的。但是真正在做这个行为善的行为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抱着太大的那种贪那种期待的，你是要放下的，你是要懂得放下心中的期待的。举个例子来说，自己如果有1万块，然后你把它布施出去，然后你心中你如果心中想着说我供养布施之后以后会财源滚滚，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吗？不正确。或者我做了很大的布施，然后你心中想我今天做了大的布施，
未来有一天，我一定希望我能够变成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这样的布施呢，说是好的吗？也很难说很好。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布施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太过度重视是外在的物质生活。所以当我们说行善的时候，我们也把行善当成一种外在的物质，但其实行善是内心上的一种修为，内心上的一种功德。但是我们太习惯是外在的物质的，所以我们一想到行善就会想到是期待是从外在就会有一种回报，从外面我做了一件善，从外面就会有一种回报得到。这里我想举个例子譬如说譬如说我自己呢，我们种了一棵苹果树，然后呢种下去之后，你在那天天等着什么时候会长出苹果，你每天都会到这棵苹果树前看它，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长出苹果来。然后稍微长出一点枝叶了，你就想说，稍微看到一点点苹果的样子，你就想说什么时候能够吃到这个苹果。你就如果天天在这样子等着，就像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行善就像是这个样子，求回报就这种感觉。但其实我们行善的确有点像这个种树，但比较像是什么呢？比较像是我们是因为喜欢苹果树而种它。比如说你很喜欢这棵树，苹果树而种，你不是因为喜欢吃苹果而种，这是有点不同的。而且这个苹果树呢，不是种在自己的院子里。行善我在说的是行善这行善如果跟种树来讲，它这个行善的种树是这个苹果树不是种在自己的院子里，你是种在公园里。因为呢，你就是希望种在公园里的话，它长出来的这个苹果，所有人都能够吃得到。那你看到每个人都吃到的话，大家都吃得很开心的话，你自己也会看得很开心。所以我们的行善应该要是这个样子。这里我用了一个种苹果树来做个比喻。一般人的这种行善太有所求了，好像种了一棵树，马上就想说马上要长出东西来，然后马上我要吃到它，然后很急着在那等，然后怎么又不长出来，然后怎么不长出来，然后慢慢你也对好像因果不相信了。但其实如果你真的相信因果的话，其实你心中只要相信这个因果就好，因为这个苹果终有一天会长出来的，你不需要每天在那等待着期待着。不然就会像是一般的世间人很焦虑的，他会想说我对他那么好，然后那
他也应该要对我有些表示才对呀。然后到底他什么时候才会回报我呢？这样子的想法，这样的做法就不是在行善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第14个颂文在讲的内容。我们先休息半个小时，接着再讲第15个颂文。那接着是第15个颂文。从科判来说，是第5个，转痛苦为盗用。它的祭文是：月受无理不堪，难以承担之业果，对正等觉佛所言，乃越增信解，对或转盗用之众，越生笃定，此为我妙行之一。那这一段在讲的意思，那么就像之前课程中我们谈到过，米觉多杰他一生当中，他经历过被冤枉，或者说这种恩将仇报，或者他曾经这种信任的人，但是却背叛了他，或者他自己这种生病还有他在事业上遇到很多的障碍等等。无论他遇到怎么样的这些恶缘的时候，访问米觉多杰他都不会想说，我是一个族古我也没有退失对三宝的信心，发心也都是利他，一切作为也都如法，也都是这个符合佛法的。那么怎么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恶业呢？所以法王米觉多杰完全不会这样子想的，他也不会有这样子的，好像有一种哀怨，他也不会这样子说，他也不会这样想。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这一定是无始轮回以来自己伤害了这个乳母一切众生的这个果报。那么虽然自己现在看不清楚这个因果，这样的因缘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佛陀所说的这个佛法所说的因果的这样子的教法，所以如果是相信佛法的人，那么就应该相信这是过去自己的业果。那如果不相信的话，那我这段话你们也听不进去的。所以如果一个心中有法的人，也就是真的一个修行人，那些境界对他来说，也就是无论遇到了疾病、逆缘、障碍，对他来说这些都不是逆缘，而是能够帮助他行善的顺缘，反而能够帮助他更加的升起这个出离心。这里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藏传佛教当中最大的一位、最著名一位成就者密勒日巴，他年轻的时候咒术杀了很多人，事实上造了这样的恶业会有很大的果报的，会不好的。但是因为他的精进修持，他的态度不同，所以让他的这一切恶缘都成为了他修行的善缘或助缘，让他更努力的修持，所以他的能够一生成就那么的精进成就，就是因为他上半生的这些逆缘造就了他。再来我们说冈波巴大师，他年轻的时候，他有这个太太，有2个孩子，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但后来因为这个传染病，他的2个孩子死了，后来他的太太也走了。他因为这个样子对轮回升起了出离心，他出家学佛，后来也成为了这个达波嘎举的这个创始者。还有这个杜松前巴，他大概15岁的时候，他也有一个他喜欢的一个女生，但这个女生呢，这个跟别人走了，跟别人跑了，他非常的生气，甚至呢，他这个下咒把那个男的给杀了。他因为这个样子，他也很忏悔，所以因此呢，他就放下一切去学佛了。所以看到过去的祖师，其实你看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差别不在于生命中有没有遇到困难，有没有遇到障碍，在这种逆缘，不是，而是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勇气，有没有智慧，把这些逆缘变成是这个顺缘。我们就是因为智慧不够，勇气不够，我们就是等于说就吃了这个苦，但是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所以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还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他们说自己是修行人，说自己这个相信佛法，然后但其实没有真的相信，更别说有小心的去这个注意这种细微的因果了，甚至连那种很重的罪，他们都很放逸的在造作着。所以他们嘴上说着，或者他们心中还以为自己在做着是什么呢？是像如护眼中珠一样的在持戒清净，然后还跟别人说自己已经清净了一切的恶业。很多人是这样子在说着大话的。然后某一天，这样的人，这样的说大话的人呢，如果遭受到别人的这种诋毁，说他不如法，或者说他身体上或心理上身体上遭到很多的病痛，遭遇到各种的痛苦，或者被信赖的人背叛欺骗，或者他被迫舍弃了很多的钱财物品，甚至要舍下他的亲朋好友。总之，他在遭遇到很多这样的这些逆缘和恶业的时候，这些刚刚还说着自己是修行人的这些人，他们这时候会说什么呢？他们会说：哇，
像我这样这么有智慧、有戒律清净的一个修行人，被别人这样子的诬赖，被别人这样子说，被这样诋毁，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所以，总之，这些人他们其实担心的只是今生的这个的地位，他们担心的只是今生的这个名声。所以他们烦恼的就是这一些。然后对于今生的这些所拥有的东西消失了，比如说自己的身体、性命、财富消失了，他们害怕、痛苦这一些。那法王米居多杰是怎么想的呢？米居多杰是看到说，这些人可以说这些是可怜的如母有情众生，这些可怜的众生，他们为了消除就是这样的痛苦，为了害怕今生地位不保，名声没有了，拥有物都没有了，为了消除这样的痛苦，或者为了自己能够得到身心上的快乐，这些可怜的如母有情众生，既然互相还各种的伤害，做出各种伤害跟攻击的这样的恶业，这像是什么呢？米居多杰比喻说，这就像是一个重病的一个患者，这样就像是一个重病的患者，然后既然还让那个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医生把他赶走，然后还不给他药，所以这些众生已经是造了这样的已经这么多的痛苦了，然后还互相的攻击，造作更多的这种苦，就像是这样子。所以法王对于这样的人是特别的这种悲悯。所以为什么米居多杰会这个样子呢？他为什么特别对于这些人会升起特别的悲悯呢？我们说，因为法王米居多杰他其实并不长寿，他蛮年轻，他就这个往生圆寂了，他48岁就圆寂了。因为他蛮年轻的时候他就这个生病了，我并不是很清楚他得了什么病，生了什么病。但他得了一些病是身体会很痛的，所以他其实身体上的这个是很辛苦，是很痛的。所以他无论生病，身体上经历再怎么样的这种痛楚他都坚信说这是自己过去伤害别人的一个果报。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因此他身体上越痛楚，痛苦越大，反而呢让他更注意，更小心，不要去违反更细微的因果，更注意要止恶行善。所以法王这样的米居多杰这样的一些心意，这样的一种修持，一个有福报的人他就能够看得懂，他就知道说，从这样的行为他就能够了解到说，原来痛苦它就是一个结果，它是必定会发生的，你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没有什么必要再去刻意做些什么了，而应该努力的是什么呢？去修持能够
对治这些痛苦的因的对治法，也就是善。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再去想着改变一个无法改变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痛苦的结果，不要想着去改变，要想的是去未来不要再受这个苦，所以现在要去多行善，对治未来会发生苦的那个苦因，透过善去对治它，这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那些没有福报的人是怎么看弥支多劫的呢？他们会说：哎，这样一个圣者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恶业啊，遭受那么大的痛苦？如果他真的遇到了，那赶快啊，就按照显密经典当中说的，不是有那个消灾除障的，多修些法会，多做些这些法会就好了。那些人是这样子说的。但其实啊，其实这些人呢，会说这些话的这些人，他根本没有真的了解弥支多劫心中在想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看佛菩萨是他的佛行事业，主要是看众生的不同而有不同利益他们的方式的。所以像众生有的这个罪业比较重，有的比较轻，所以呢，这个上师也好，佛菩萨也好，所以他们在利益这样的弟子的时候，某个弟子的时候，旁人看起来这个上师他会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我们说佛陀有10大弟子，声闻的10大弟子，或者说声闻的8大弟子，其中一位就是目犍连尊者，还有一位是舍利弗尊者。那舍利弗尊者是这个智慧第一，而这个神通第一是谁呢？可以说神通最大的，或者说这种神通力最大，就是目犍连尊者。但是这个目犍连尊者，他最后是怎么往生的呢？怎么圆寂的呢？他是被这个外道，应该是这个是被一些这个外道以这个棍子给打死的。所以你看，这样说是神通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尊者，他既然是被外道以棍杖打死的，那佛教是怎么来解释的呢？那当然会说，很多人因为别人会问说，他是神通第一，那时候为什么不实现神通呢？佛教是怎么解释的呢？会说，因为他以前造了这样的恶业，这是他的果报，这是他一定要受的一个果报。他这个果呢，是这个一定要这个有一些这个果呢是不一定会要成熟的，但他的这个果是他的这个恶业是一定会要成熟的一种果，是连佛陀都没有办法阻止。所以呢，据说呢是他连要实现神通都忘了。
所以尊者他那时候他都忘了要实现神通，所以就在那时候就被打死了。所以这是佛教的一个解释。所以就连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声闻的这样的一个尊者，最后他也没有办法这样子被外道这样子棍杖打死。甚至你看像佛陀他也是会有头痛，或者这个脚呢有被刺伤了等等。所以很多这些公案，我们说在佛菩萨的或者说过去的这些祖师们，所以为了可以说为了示现给我们弟子看应该说这些因为弟子的业力习气不同，所以看到会有不同。譬如说佛陀在印度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是外道看到的佛陀是不一样的，佛弟子看到他也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办法说要所有人看到的他都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业力不同，有的人业力深重，有的人业力比较轻，所以我们会看到的也是不同的。所以以上呢就是简略的讲了一下第15个颂文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这第15个偈文当中，可以有再分为5个部分来讨论。那其中第一个就是有时候这些器材不太听话。好，主要有5个部分。那么第一个就是很多的逆缘，或者我们说违缘和痛苦，都是无始以轮回以来这种恶业的果报，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因果业力。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这个佛教的核心思想就是因果业力。我们平时也都在说因果业力。那么生命当中各种的逆缘还有这些痛苦，它又是什么呢？我们经历到的这些逆缘违缘和痛苦，它就是造恶业的结果，不只是痛苦而已，不只是这些逆缘而已。我们人生当中经历的一切快乐也好，幸福也好，还有痛苦困难，这些全部都是业报。那么业报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以前自己做过的事情的结果。再来第二个，人生本来就是苦，不公平，这也是正常的，而且不仅今生不公平，生生世世也都是一样的。那这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人生呢本来就是苦，不是突然一下变苦的。而且我们会说人生不公平的一些情况，这是不止今生这样子，生生世世都是一样的。所以平时呢，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对人生有一些疑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怎么那么惨？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总是被别人欺负？或者为什么我爱的人竟然
抛弃了我，或者为什么我的亲人就这样子离开了我？或者我们会想，为什么这个自己生病，为什么别人没有生病？或者为什么这个只有我这个失去了工作？或者为什么我生活的压力这么大？等等等等，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些疑惑。我们会有这样的疑惑，或者说我们会抱怨，觉得人生好像怎么那么不公平。那么我们也会说，我这辈子做的都是好事啊，也都对得起自己的可以说良心。可是为什么这些痛苦的事情还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再看看其他人，却过得那么好，然后我怎么努力，好像怎么都一样，都没用。所以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总是在抱怨着，觉得人生不公平，或者总是觉得说怎么受伤的都是自己，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我们不相信轮回，我们不相信因果。首先，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问痛苦，还有这个我们说痛苦和不幸是怎么来的呢？就像前面说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做的这些恶业的果报。那么这里就谈到以前是什么时候？那么以前可以是昨天，也可以是前生，或者再前生。我们大部分的业，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前世。那我们的前世是多长呢？我们的前世可是无量的，是算不清的。我们有无量的前世，所以如果我们的前世是无量的，那么我们所造的这个业，也就是这个无量的。你们有听到外面这个声音吗？老师，咱这里研究啥呢？俺做了呀，菜俺嘛，常年吧结为研究啥呢？由于我们的前世是无量的，所以很当然啊，我们造的业就是无量的。所以这一点你想清楚、搞清楚了的话，那么这样子，当我们在遇到人生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想？你应该就站在我有生生世世这样的角度去再想一想，那么你就会知道什么呢？就是知道说，其实没有比今生
遭遇到这样的果报更公平的事情了。所以这就是因果。当然你只看今生，你会觉得的确为什么只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别人都没有发生，你会觉得这不太公平。但是如果你看自己生生世世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这是很公平的，因为自己生生世世做了那么多的恶业，那么多的事情，那今生当然会有这样的果报，那这当然是很公平的事情，这就是因果。这第三点想说的就是连法王、历代法王还有佛陀，他们也都会遭遇到痛苦，还有各种的违缘，各种的逆缘。那这里想要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因果它很公平的，它公平到什么样一种程度呢？就是连历代法王，甚至我们刚刚谈到佛陀都会经历到痛苦。那么就像声闻我们会说这个佛陀的身体还是这个五蕴身哦，当然不谈大乘的说法。那么但按声闻的小乘的说法，这个身体还是这个苦蕴身。总之呢，我们说讲回来，佛陀就连佛陀都会经历到痛苦历代法王佛陀都会经历到痛苦，还有各种的不幸，各种的障碍，还有各种的这种逆缘。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佛陀他也会头痛，他也这个生过病，他的脚呢也被这个刺到刺到，还有呢这个提婆达多也给他制造过非常多的麻烦还有问题。我们再看看历代法王，很多时候我觉得历代法王他们吃过的这个苦，可能很多一般人根本没有经验过。先不谈其他法王吧，就说我自己吧，我自己经历到的一些辛苦，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这就不多说了。总之呢，历代的法王，他们无论在政治，还有他们的当时的环境，还有在那样的教派，各种这些复杂的这些问题上，所以他们遭遇过的这种挑战，可以说障碍和压力那种经验和程度可以说是一般人根本是无法想象的，甚至说了是无法相信的。可是他们还是坚持着一路走过来。你说他们有看到他们放弃过吗？从来没有。当然一方面来说，是因为历代法王他们有无比的这种勇气和智慧，让他们能够坚持下来。但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们的态度，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人生不公平，他们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因果。每一世的法王，他们都认为我自己遭受的这些痛苦，还有各种的艰难，都是因为自己过去造作恶业的果报。他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所以能够一路坚定的走下去。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明了他们内心对于因果的那种深信坚定不移，而且他们深信因果法则是公平的。所以无论他们遭受再怎么样这种恶劣的这种情况，他们也都能够甘之如饴，能够心甘情愿的承受，从来不会放弃，而且甚至呢，从来一丝一毫都没有动摇过他们的这种对众生的关爱、悲心，还有对于三宝的信心。所以我们和历代法王的差别，不是有没有遭遇到一样的挑战困境，我们遭遇的困境挑战，他们一定比我们更多。所以不是在于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有没有遭遇到挑战困境，而是在于法王们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他们具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不会责怪别人，他们不会抱怨，他们也不会记仇记恨。他们甚至对于想要将他们可以说置于死地的那些人，他们都会想说：“哎，这些人真可怜。”他们这些人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样的恶业，真是太愚痴了。他们完全被自己的烦恼这个蒙蔽住了。他们未来遭遇到的果报有多么恐怖、可怕，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法王对他们，历代法王对他们是升起更深的怜悯之心。所以历代的法王对于那些伤害他们、欺负他们的人、攻击他们的人，他们完全没有恨意，连生气都很难。而且因为他们深信因果，所以对于他们更升起怜悯的心。我们看到历代的法王，这每一代法王呢，他们的性格上也都不同。那么有些法王呢比较严肃，也比较有性格，比较有脾气。所以呢，这些比较严肃的、有脾气的这些法王，他们在这种带弟子教育的方式上也比较严厉，所以给人感觉就是他很严厉。但这有点像是一个严厉的母亲是一样，他当然就会这样的母亲就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误入歧途啊。他一紧张起来，当然怕这个孩子会出什么事嘛，那当然就会很严厉这个样子。他是比任何人都更操心、更紧张的。所以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平时像我们说文殊等等菩萨，会说他们是童子，有没有？我们会说文殊童子，是在说什么呢？是说菩萨的心性是很天真纯朴的。那么就像是这个孩子童子是一样的，不像是这个大人心思是很复杂的。孩子不复杂，所以这是为什么称菩萨们像童子一样。所以历代的法王虽然他们好像很严厉，有一些个性是比较有脾气、很严肃的，
但其实呢，他们也像是这个所谓的童子，像孩子一样，心其实是非常的纯真的。还有一些法王呢，他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那这就当然不用讲太多，他们就像是一个温柔的一个慈母一样啊。那当然，慈母对孩子就是非常的呵护，非常的包容，在做错事还是爱着这个孩子，还是想着帮他解决困难。所以无论是以这种严厉的方式，或者以这种慈爱温和的方式，那两种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任何人这一讲回来，我们都会总之经历到痛苦和不幸的。无论我们说你有外在的压力，还是精神上的一些折磨，还是生理上，我们会遇到各种衰老或者疾病等等，没有人例外，都会遇到。但有些人我们看，怎么他不怎么辛苦啊，好像一生很顺遂。但有些人看他这么努力，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如果一个不相信因果的人，他的确这样看了之后，他说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人生真的是不行，人生是不公平的。那有些人是不劳而获的，那么有些人呢是这个再怎么努力什么都得不到，会说人生不公平，不相信因果的人会这么说。但是无论如何，或许我们现在看不到前世，也这个记不起前世，但是我们只要记得现在的经历都是过去生所做的事情所结的果。如果深信这一点，就会对我们有帮助。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相信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人生是公平的，而且没有比这更公平的人生的了。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我们不相信因果，其实大部分的人并不100%的相信，但是不是完全不相信因果呢？也很难说你真的不相信因果。什么意思哦？首先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相信因果的话，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呢？譬如说，如果你不相信因果，你干嘛还那么努力的种田呢？或者你那么努力的工作呢？你那么努力的工作，譬如说那么努力的种田，就是你会希望能够种出东西，能够开花结果，不是吗？所以我们一再的可以说付出工作，付出不就是为了要得到回报吗？所以如果你不相信因果，没有因果，那么你也不会这么努力嘛，不是吗？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是多少相信这个因果的，但是我们的问题主要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因果这个它不是就是昨天明天的事情，它因为时间太长了，那是谈到生生世世的，这个时间拉得太久了。所以因为第一点我们也看不到这个过去生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们也记不得，然后再来时间也太长了，然后让我们也变得松懈了，变得懒散了，反正我不记得了，你会这样说，或者说反正又记不起过去的事情了，所以所以总之讲回来我们心中还是有一点相信因果，但是并没有真的像是
经典中那样子说100%相信因果。再来，我们说佛法中说四圣谛，其中第一个苦谛说的就是轮回当中都是苦，一点点快乐都没有。经典中把苦分为很多种，今天不用细说有哪几种，但是不管有哪几种，我们现在经验到的这些苦，比如说八苦等等就是你只要你在轮回当中，它反正就是会发生的苦，所以你不管你再怎么抗拒，你再怎么逃避，你都逃避不了，你都抗拒不了，你还是会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呀，然后你为什么要解脱，要求解脱，要处理轮回，不是吗？如果这个轮回当中没有苦，都是快乐的话，还修什么行呢？所以就是因为人生轮回本来它就是苦，不是被你经验到之后才变成这个苦的。再来第四个是什么呢？这里我想说的就是对这些违缘逆缘还有痛苦的态度。所以呢，总结的来讲，我们生命中有这些挫折、痛苦、不幸，但是这些发生的时候，关键都在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很重要，也就是说，一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做一个比喻，譬如说桌子上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面只有半杯水，那么乐观的人会说，哇，还有半杯水。悲观的人会说，哎呀，怎么只剩半杯水了？就像是这个比喻。所以遇到了生命中很多的逆缘，很多的这些挫折的时候，一个悲观的人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受欺负怎么都是我，为什么生病的都是我？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得到这个新冠疫情怎么都是我之类的，很多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是一个乐观的人，就会觉得说，当他遇到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会说，这就是我过去生的果报嘛，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挑战，像是一个考试吧。其实这样乐观的他会想，这是我消除恶业的一个好机会。而且有一些恶业果报你站在只是局限今生角度来看，好像觉得很严重，但是呢，如果从多生多世去做比较的话，其实它根本没那么严重。所以总之，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你心的一个展现，一个变化而已。所以心态是一切的核心，这真的是这个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一定要这个掌握自己的心。也就是我们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再来第五个，这个颂文里面，我觉得第五个重点，就是逆缘，面对逆缘的时候，要像是
谷底一样哦，然后可以累积福气。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正在遭遇逆缘、障碍，你现在是人生的谷底，生活中你正遇到这种不幸和灾难的时候，这时候你要想，你要觉得自己就像就是山谷一样，但是你要想，在山谷谷底是好的，这是最容易累积福德福报的。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看水呢，就是往低处流嘛，水不会往高处走的，水会往这个低处流。所以同样我们会说啊，我在人生的谷底，也就是最遭遇到各种不幸灾难的时候，其实你在谷底的时候，其实你要有一个转念哦，这就是你累积福报最好的机会。那你怎么累积呢？或者你要怎么转你这个念去累积福报呢？首先你要想，你要转一个念，这是我宵夜的大好机会。然后趁这样的机会，你好好的修持，然后积聚资粮，尽除罪障。再来第二个转念是什么？就是别人如果这时候伤害我，你反而要怎么样呢？你当然不要想伤害对方，你反而要对别人更好，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福报会能够增长，是翻倍的。这就像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意呢？这就是一个一本万利的这样一个大好机会，这是你一个一本万利的赚取福报的大好机会。因为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别人对你好，你自然会对别人好嘛。但是如果别人伤害你，你还对他好的话，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以德报怨，你反而是对他更好的话，这个福报是更大的，是翻倍的增长的。再来第三点，你要转什么念呢？你要想说，当你面对逆境的时候，你要想说，这就是考验自己的机会，锻炼自己的机会。噶当派的祖师不是这样说吗？逆缘就是善知识。真正一个什么叫善知识？具德的善知识，他们会解释说，就是能够改变你的心，让你的心有进步的，能够锻炼你的心，让你的心有进步的，这个就叫做一个好的老师，好的善知识。所以逆缘就像是这样一个好的老师，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这有点就像是一个，你要看一个武士或者一个军人有没有真功夫，那上了战场就知道了。他平常在那练啊练啊练，你不知道他功夫怎么样。真的你把他那个派上战场，那你就知道他有没有真功夫了。修行也是这个样子的，平常能舒舒服服过日子，那谁都可以像是个修行人。欧玛尼贝美吽，哇，好可怜哦，慈悲，谁都可以有那样子修行人的样子。但是很多都是境界出现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是不是真的相信因果，相信三宝，或者相信这个上师。所以遇到境界的时候，考验的时候，就是真的要修行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尤其真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天都会临终躺在最后的那一张床上，
呼吸着生命中最后那一口气。那时候一定要记得，只有三宝、佛法和上师是唯一的救护。那个时候救护只有谁？只有上师、三宝或者佛法。一定会有这样的一天的。那个时候，如果心中能够带着无比的信心，那么你就能够坦然面对一切的这种挑战跟这种痛苦跟害怕。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准备，你在临终的那一刻来不及的。因为你现在的这种痛苦，你舒舒服服过日子的时候，你都面对不了这些痛苦。那么在临终的时候，那样子大的死亡的痛苦，你想要能够轻松的面对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就要开始做好准备。当你现在就是你的逆缘，你的现在生活中，你现在正在经验的障碍跟困难，这就是我们最好最好的这个修行的机会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当然，生命中不要有逆缘障碍或困难，所以不要听完这里说好，我赶快去找困难、找障碍，这自讨苦吃。我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别担心，你一定会有的，它自然就会有的。所以记得在碰到的时候要把握好，然后要记得去面对它，这是你修行的机会，不是要去自讨苦吃的。但是面对的时候，遇到的时候，记得不要害怕，不要这个慌张，然后一定要有信心，然后不要害怕。然后记得要鼓励好自己，记得修行。就像前面我说过，这个过去的祖师、圣者、大师和我们的差别在哪里？不是他们有没有受过苦，或者不是有没有受过挫折。那他们一定比我们受过困难多嘛？因为他们是这样的大师嘛，做的事绝对比我们多嘛。所以重点是什么呢？是他们面对痛苦困难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坚持下去，他们能够超越那些痛苦。我们不是，我们是遇到什么样的痛苦，我们就被这个苦就打趴了。所以怎么样可以站起来，怎么样可以不被这个打败，那这就很重要，就要跟这些祖师们去学习。那么课程是讲到这里，那接下来有一个口传。什么口传呢？2019年，当时我在欧洲，过去祖师常常会有一些这种静观，有时候甚至能够亲见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瑞相，一些我是从来都没有这样子静观，但是呢，那一年在欧洲，有一天晚上做梦，就
梦中梦到创古仁波切。那么当时呢，我在为仁波切献这个长寿献供，然后我也念了一个长寿祈请文。总之，在梦中我就念了，还是我就写了，总之就念了，写了一个长寿祈请文，仁波切的。总之，我醒来之后呢，我还记得梦中为创古仁波切念的那个祈请文，我就想说，这个缘起蛮特别的。那因为平常我很少做这样的梦嘛，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就写下来了。然后后来也这个透过别人就给了供养给创古仁波切了。那这就总之大概是这样子，也不多说了。就是这创古仁波切可以说是这样一位大师，尤其是我们冈仓噶举当中最具备恩德这样子殊胜的一位大师，而且我们冈仓噶举当中很多的长老都已经圆寂了，波卡仁波切圆寂了，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圆寂了，天嘎仁波切圆寂了，还有很多的年长的大师都圆寂了。然后现在还住世的堪布竹钦嘉措仁波切现在身体也不是那么好，然后现在看见创古仁波切还是持续的在这个给予教学，那这当然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仁波切毕竟真的年纪很大了，但我们常常说一位大师，他其实只要他注释，对于众生就是很大的一个福报，所以一定要祈求他这个越久长寿注释越久越好。所以我们不停的要祈请这个长寿注释的，我也不停的会祈请的，我也从来没有断过，尤其对这个所有的祖师祈请，还有对这个尊者，还有对这个噶举的现在的这些祖师们，这些大师们，还有冈仓的很多大师们，我也总是会祈请他们能够长寿住世。为什么呢？因为这跟我自己有关嘛。因为如果我们的这些大师们，他们都能够长寿住世的话，那这当然太好了。那如果他们不在了，那我们真的就只能说太惨了。所以总之今天我想我就给大家这样一个口传，就是我写的创古仁波切的这个长寿的文，就我梦中梦到的那个长寿文。好，接下来就是给予这个口传，大家都听得到吧？这是创古仁波切的长寿祈请文。你现空，你就去那里交些人不是点数票啊？他下边对的钱你现在他东西个诚信都比你们对的讲的对的不运作上了，点数没小瓦上了，我坚持来说白了，老板打面包完了，他的下点都是的，下点钱呢，接下来的按照谢谢你是也别给，但按照成功的确定看什么了两个米赛的速度。给自己写一个那不能给上路了，速度不一，大体是大体的真的，那你写对。好，那最后我们做回向。